这礼拜这天气有影是真无稳定，气象署表示讲呢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续落来3天的光复节连假呢，嘛是同款湿湿凉凉的这天气。虽然讲这雨未像前几天遐尔大阵，也毋过北部、东部甲南部地区，也是要注意大水雨的情形。 北部连续几啊日的大水雨，落甲互人感觉真压杂。根据气象署的统计，这4天台北市拢总落1497毫米的雨量，新北市1169毫米，基南嘛有940毫米。拜四的雨已经较细淡薄啊。气象署也解除大水雨规模作业，不过受到东北季风和低气压的影响，气象署也提醒未来的天气同款无稳定。北台湾和宜兰地区还是源源不断的有对流这样子进来，非常剧烈的降雨呢是会变少，可是其实就变成长时间小雨量一直不断的累积上来，所以这个雨量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值出现。那另外随着这个低压呢慢慢的移动朝这个巴士海峡前进呢，今天花莲地区特别是从沿海这边开始呢，都要留意降雨的表现。也若拜五开始歇光复节，有连假3天，气象署表示拜五北部、东半部也是会有大水雨出现，气温嘛会较低。拜六东北季风减弱，水汽减少，各地温度会略仔回升。到礼拜东北季风搁再增强，天气转凉，尤其是北部、基南的感受较明显，南部和中部的山区过到了后，嘛会有雷阵雨。比较偏24号晚25号这段期间呢，看起来是稍微的缓一点。到了26号的这段期间，又有一波东北季风增强，可能迎风面降雨又稍微的提升。但是比起前面几天的这种状态呢，其实是有稍微的好一点。那这个其实就是蛮典型的秋冬季的天气形态。 最近天气慢慢转凉，气象署指出，未来1礼拜北部、基南的低温干那21度至23度，南部和华东地区干那23度至25度。尤其是早暗温差真大，提醒民众衫爱加穿挂，唔通感到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